謝家別墅嗰餐飯食到一半就散咗。Marcus 坐喺飯桌前，面前嗰碗湯一啖都未飲過，水晶吊燈嘅光打落嚟，照喺王菲僵住嘅臉上。佢彎住腰，手停喺半空，本來想夾餸俾個仔，但隻手落唔到去，亦收唔返嚟。Marcus 抬起頭，望住對面住黑色長裙嘅女人，講咗一句說話，成間飯廳即刻靜咗10秒。謝霆鋒個身猛然一僵，張開口，卻一句都講唔出。狄波拉手上個茶杯晃咗一下，茶水潑落布，冇人去抹。Marcus 嗰句說話唔長，得8個字，但偏偏就係呢8個字，令一場家庭晚宴變成全香港頭條。謝霆鋒追咗出去，手俾碎玻璃插穿，縫咗4針。Marcus 當晚就俾外婆接走。王菲返咗北京，把自己困喺酒店房2日，外賣幾乎冇喐過，全網熱搜直接爆炸。有人鬧王菲，有人鬧謝霆鋒，有人心疼張柏芝，但幾乎冇人問過一個問題：點解一個8歲嘅細路會講出嗰句說話？今日唔講情緒，講時間線，唔講立場，講事實。如果你以為呢係一個後母欺負小朋友，小朋友替親生阿媽出頭嘅故事，咁你俾流量呃咗，因為真正嘅時間線同你見到嘅完全唔一樣。王菲係咪第三者？張柏芝離婚真正原因係乜？Marcus生父到底係邊個？狄波拉點解一直對王菲咁冷淡？今日一條片同你全部理清。1999年，謝霆鋒19歲，張柏芝19歲，兩個人一齊拍老夫子，第一次見面。但當時謝霆鋒心入面裝住嘅係另一個女人，王菲。嗰年王菲30歲，華語樂壇天后，啱啱同竇唯離婚，帶住竇靖童生活。謝霆鋒第一次見到佢係朋友聚會，成晚都喺度偷偷望，冇行埋去，但一直望。2000年花樣年華康城慶功宴，謝霆鋒拖住王菲隻手行出嚟，19歲少年，31歲女人，十指緊扣，講回用咗4個字：世紀牽手。26年後，大家仲記得呢4個字，但呢段感情由一開始就唔穩定。謝霆鋒年輕，鋒芒太盛，王菲想要穩定，而佢俾唔到。2002年出事，撞車頂包案曝光，謝霆鋒被警方帶走，王菲將自己困喺屋企等佢，等到佢出嚟，但佢出嚟之後冇去揾王菲。2003年，謝霆鋒復出演唱會，張柏芝被拍到出現喺後台，所有人都問佢究竟同邊個一齊。年底答案出現，謝霆鋒同王菲分手。2003年11月，北京好凍，王菲搬離共同居住嘅公寓，將所有嘢裝入紙箱，叫咗部車，冇回頭。嗰年佢34歲，之後就係嗰3年。2004年，謝霆鋒同張柏芝因無極重逢，片場有講有笑，媒體開始寫移情別戀，張柏芝插足風緋戀嘅講法開始流傳，但事實係乜？謝霆鋒同王菲2003年11月分手，謝霆鋒同張柏芝2006年9月結婚，中間隔咗足足34個月，一個 BB 都可以有出世，讀到幼稚園。同一時間，王菲已經同李亞鵬一齊，2005年結婚，生咗李嫣，所以張柏芝插足，王菲都已經結婚生仔，插邊個足？同樣道理，王菲亦冇拆散任何人。2011年封之離婚，2014年封菲復合，中間再隔3年，所以第三者係邊個？答案係冇人係。呢唔係插足故事，而係一個錯位故事，每一步都踩錯時間。但流量唔理時間線，流量只理衝突。咁封之婚姻究竟點解散？2007年，張柏芝22歲，生咗 Lucas。2008年嗰件事之後，佢事業崩塌，把自己困喺屋企。謝霆鋒喺外面拍戲、開演唱會，佢後來講過，嗰段時間唯一做到嘅事就係喊，喺廁所喊，喺廚房喊，等子瞓住再喊，唔敢俾人見到，因為佢係謝太，唔可以誇。2010年 Quintus 出世，如果只睇新聞，你好似覺得一直開始變好，但事實係張柏芝身體已經頂唔順。王晶2026年直播講過一句說話，封之分辨真正原因唔係王菲，而係性格衝突同埋張柏芝長期承受嘅巨大身心壓力。原話係3年懷5個，邊個女人頂得順 ？Lucas Quintus 中間4次流產，每懷1次，身體被掏空1次，每流1次，個心態1次，但鏡頭前面仲要保持微笑。2014年媽媽咪呀，張柏芝做評審時講過，生完 Lucas 之後，我連續流產4次先懷到 Quintus。當年冇人留意，因為所有人都忙住鬧邊個插足邊個，冇人關心一個媽媽被消耗成點。但其實呢句說話比任何爆料都重要，因為嗰段婚姻崩塌係由張柏芝一個人企喺產房開始，一個人簽住院，一個人入產房，一個人躺10幾個鐘，等謝霆鋒趕到片場返嚟嗰陣 ，BB 已經抱出嚟。嗰張出生相入面，謝霆鋒抱住 Quintus， 旁邊企住王家衛，唔係張柏芝，一個啱啱生完仔嘅女人，竟然唔喺自己個仔出生照入面。後來佢將張相剪走，對個仔講入面冇我，留住都冇意思。之後張柏芝一個人湊大2個仔 ，Lucas 發燒40度，佢自己一個住衝急症室 ，Quintus 喺學校俾人笑，你老豆唔要你，佢自己消化。5年冇買過新衫，去街市講價，廚房入面嘅歌聲唔知幾時開始消失。而同一時間，謝霆鋒喺北京同王菲坐喺4合院飲茶，嗰陣 Quintus 得8歲，自己去便利店買咗條5蚊黑色手繩，戴上之後再冇除落嚟。佢同屋企工人講，
當我覺得自己冇爸爸嗰陣，我就摸下條繩，提醒自己佢仲喺度。5蚊一條繩，一個父親竟然唔知道自己個仔手腕戴住乜，呢件事比所有罵戰都殘忍。離婚真相唔係王菲，係缺席，係張柏芝一個人剛咗16年，剛到肩骨突出，剛到廚房冇歌聲，剛到個仔8歲，要靠5蚊手繩安慰自己。後來謝霆鋒講過一句：我欠佢太多。佢講嘅係張柏芝，時間線清楚咗，離婚原因亦清楚咗。而家去到最沉默嗰部分，3個細路。Marcus 係張柏芝第3個仔，2018年出世，出世紙父親一欄空白。姓張唔姓謝，由佢出世嗰日起，全世界都喺問佢老豆係邊個，但冇人問過佢想唔想俾人問。Marcus 係張柏芝第3個仔，2018年出生，出生證明上父親一欄係空白。姓張唔姓謝，由佢嚟到呢個世界開始，所有人都喺問佢爸爸到底係邊個，但冇人問過佢想唔想俾人問。足足8年，佢一直被包圍喺各種猜測入面，有人話係謝霆鋒，有人話係外國人，有人話係富商，但冇一個答案被證實。2018年12月，謝霆鋒發過一條微博：我只係 Lucas 同 Quintus 嘅爸爸，意思其實已經好清楚 ，Marcus 唔係佢個仔，但評論區依然不停追問。2026年5月，Marcus 正面照片第一次公開，淺金色曲髮，藍灰色眼睛，混血特徵非常明顯，同謝霆鋒完全對唔上。8年猜測，終於有咗答案，但係過去8年入面，每一年、每一日、每一次鏡頭對住佢嘅時候，佢都承受住一個自己根本冇選擇嘅問題。佢冇選擇出生，冇選擇爸爸，亦冇選擇俾所有人注視。但由出世第一日開始，佢就已經被推到聚光燈下面。謝霆鋒曾經喺心理輔導室講過，佢最驚嘅唔係輿論，唔係謾罵，亦唔係失去王菲，佢最驚嘅係有一日個仔長大，問佢一句：爸爸，你當年喺邊？而佢答唔出，因為呢個答案太長，要由佢自己8歲嗰年開始講起。謝霆鋒8歲嗰年，謝賢同狄波拉離婚，佢跟住媽媽生活，爸爸好少出現。後來佢講過：我細個最驚放學時間，因為人哋都有爸爸接，我冇。佢等咗好耐，等到自己成為爸爸，然後先發現原來自己慢慢變成咗謝賢。心理輔導師第7次記錄入面寫住一句：來訪者最大嘅恐懼係發現自己正在重複父親嘅人生軌跡。謝霆鋒見到嗰條路，知道嗰條路最後會去邊。佢見到自己啲仔喺走廊等佢，就好似當年自己喺學校門口等謝賢，但係佢最後都行咗同一條路。所以當 Marcus 講出嗰8個字嗰一晚，謝霆鋒蹲喺地下，面埋落雙手，肩膀不停震，唔係因為嬲，唔係因為冇面，而係因為佢知道嗰個8歲細路講出咗佢30年前本應該對自己爸爸講嘅說話。嗰晚之後，謝霆鋒改咗一份文件遺囑。據港媒報道，佢將大約5億2千萬資產作出分配，留俾3個孩子，唔係俾張柏芝，唔係俾王菲，而係 Lucas、Quintus、Marcus。即使 Marcus 同佢冇血緣關係，有人問點解，佢冇解釋，因為 Marcus 嗰8個字係：你唔覺得你應該同我道歉嗎？冇喊冇鬧，只係平平靜靜問出口，然後再加一句：我到底做錯咗咩？王菲嗰晚坐喺車入面，雨傘來回掃咗2個鐘，佢冇離開，只係望住謝家別墅盞燈。助手問佢點解仲唔走，佢話唔知道，可能嗰一刻佢諗緊一個8歲孩子問佢：我到底做錯咗咩？而佢答唔到。後來佢喺謝家門口拎走一片落葉，放咗喺袋入面19日，攞出嚟睇過3次，最後一次佢放咗喺桌上，冇再收返。朋友問嗰係咩？佢話冇咩，然後笑咗一下，唔係天后嘅笑，而係一個人終於放低重擔之後嘅笑。Marcus 俾外婆帶嚟謝家嗰日，行出大門，海風吹入嚟，佢回頭望咗一眼，望嘅係嗰扇門，唔係入面嘅人。佢似乎只係想確認嗰扇門已經關上，然後轉身跟住外婆離開，全程冇喊。張柏芝冇問嗰晚發生咗咩。第二朝，佢整咗2隻荷包蛋，烘咗多士，加熱咗牛奶。Marcus 食完整碟，講：媽，我想去海邊。張柏芝帶佢去淺水灣。Marcus 企喺沙灘，蹲低，執起一粒白色貝殼，握喺手心。返屋企之後，放喺床頭櫃燈旁邊。張柏芝經過睇咗一眼，冇問。之後，謝霆鋒開始每星期接 Marcus 放學一次。有一次 ，Marcus 坐喺車入面，安靜咗好耐，然後開口叫爸爸。謝霆鋒握住軚盤嘅手停咗一下。Marcus 問：你知唔知我同學點問我？謝霆鋒冇出聲。Marcus 講：佢哋話你爸爸係咪唔要你？謝霆鋒將車停喺路邊，熄咗火，轉身望住後座嘅 Marcus。佢講：咁你下次就同佢哋講，你爸爸喺學緊。Marcus 問：學緊咩？謝霆鋒答：學點樣做爸爸。Marcus 冇回答，但落居嗰陣，佢關車門嘅力度比平時輕咗少少。張柏芝留意到呢個細節，佢見到 Marcus 行入屋嗰刻，嘴角有一點點弧度，唔係笑，而係好似一扇窗打開咗一條縫，但仲未完全推開。Quintus 今年13歲，手腕上嗰條黑色手繩戴咗5年。8歲嗰年，佢自己去便利店買，係最平嗰種，5蚊一條。戴上之後，一直冇除落嚟，除咗有一晚深夜，保姆拎牛奶入房，發現 Quintus 手腕空空嘅。佢問條繩呢？Quintus 答：我想試下唔戴住瞓覺會係咩感覺。保姆問
咩感覺？Quintus 沉默咗一陣，然後講唔舒服。之後佢有枕頭底拎翻條繩出嚟，重新戴反，動作好輕，亦好小心。戴好之後，佢同保姆講：我仲未準備好唔戴佢，5蚊一條手繩，8歲買返嚟，戴咗5年。佢叫佢做安全繩。佢曾經同保姆講過，當我覺得自己冇爸爸嗰陣，我就摸下呢條繩，提醒自己佢仲喺度。謝霆鋒知道呢件事嗰陣，嗰條繩 Quintus 已經戴咗2年。後來謝霆鋒喺演唱會提起呢件事，全場安靜。佢講：一個爸爸竟然唔知道自己個仔手上戴住啲咩，呢算係咩爸爸？嗰場演唱會 Quintus 坐喺觀眾席，當謝霆鋒講到5蚊嗰刻，佢下意識摸咗一下手腕上嘅黑繩，手指輕輕撥動嗰粒珠。佢冇喊，但坐喺旁邊嘅 Lucas 感覺到佢肩膀輕輕震咗一下，好似風吹過樹梢。演唱會結束之後 Quintus 冇即刻去後台，佢企喺走廊，靠住牆，低住頭。謝霆鋒有走廊另一邊行過嚟，見到自己二仔企喺度，嗰一刻佢好似見到一棵啱啱俾修剪過嘅樹。謝霆鋒行過去，蹲低同佢平視，佢講：我而家認識佢啦。Quintus 冇講嘢，過咗一陣，佢伸出另一隻手，輕輕拍咗一下爸爸手背，嗰個動作好輕，但謝霆鋒成個人僵住，佢仍然蹲喺地下，好似終於等到判決。佢冇企起身，只係輕輕握住嗰隻小手，好似握住一件怕碎嘅東西。嗰晚 Quintus 坐喺返屋企架車，車窗打開一條縫，風吹入嚟。張柏芝由後視鏡望咗佢一眼，見到佢嘴角有少少弧度，唔係笑，而係一種好啦，可以啦。嗰晚瞓覺之前 Quintus 除低手繩，放喺床頭跪1分鐘，然後又戴反。佢細聲講：留住啦。佢提醒我爸爸已經返嚟。張柏芝後來發咗一條動態，一張相係 Quintus 背影，企喺陽台望夕陽，冇影到樣，但手腕上嗰條黑色手繩喺陽光下面反射出一點光。配文：慢慢嚟，不急。謝霆鋒轉發加咗3個字：我記住了。5蚊嘅手繩，8歲嘅孩子，5年嘅等待，3秒鐘嘅拍手背。呢個世界好多事情，有時候就係咁輕，輕到你可能覺得唔值得一提，但對一個孩子嚟講，嗰3秒比5億2千萬重好多。Lucas 呢 ？Lucas 係長子，佢已經成年，佢同另外2個弟弟唔一樣，佢比 Quintus 大，亦比 Marcus 大好多。佢係唯一一個完整經歷父母離婚全過程嘅孩子。佢見過媽媽喺廚房喊，見過爸爸收拾行李離開，佢知道一個家係點樣慢慢散開，但佢從來唔講。佢有一種同年紀唔相稱嘅沉默，嗰種沉默唔係內向，而係我已經明白，講出嚟都冇用。